大官人者的囝，恁着将阳光费力归互耶和华，归互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互伊，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点咱要来吟圣诗75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圣诗75首，请起立。坐，请大家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予阮人类上宝贵的性命甲时间。对顶礼拜到今仔日，足紧就到。虽然感觉时间敢若无够，但是阮犹原感谢你。因为你予阮相连教会的兄弟姊妹，每短短的7天内面，都有一天，大家当做伙来敬拜你、学乐你、感谢你、听你的真理、检讨反省家己，互相来见面请安。伫即个过程，搁再一摆体会到你的疼，年纪愈大愈感觉，你的手掠条条阮每一支风吹，拢毋捌放手过。互阮的人生真正满足，真正快乐。尤其阮看到兄弟姊妹对人、对教会、对社会、对国家，伫逐项的事奉甲工作顶面拍拼出力，无求名甲利，尽因所得到的恩赐来努力。安尼，求你特别祝福因。但是阮中间嘛有心神不安。身躯破病，心肝有重担、艰苦，
物质，甚至为着基督你的信仰伫挣扎的兄弟，求你怜悯医治，减轻软弱，脱解因的忧闷。最近，阮有一位真少年的兄弟，伫洗礼前有提出一个问题，伊讲：人若洗礼以后，应该有新的生命，但是说使阮若犯罪，天父上帝，你会赦免吗？如果阮共款的罪一再搁犯，天父上帝，你一摆搁一摆会原谅阮吗？亲爱的主啊，这是阮大软弱啊！今仔日是纪念圣神降临的节日，伫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伫地，甲阮每一位兄弟，甲阮的牧师，甲阮的长执，甲阮所有的侍奉的人伫地。阮知影你疼阮，但是阮应该尽量毋好阁一再犯罪，尤其是共款的罪。保罗先生，你嘛有甲阮教，你伫末日要伫耶稣基督阮的主的时，伊来的时，要对阮心中的温密实施迄个审判。所以今仔日是遮尔要紧的日子，阮伫遮祈求你赦免阮一再犯罪，求你圣神坚强阮的意志，照牧师所传讲的，除去阮生命中的罪性。阮要做一项代志，要讲一句话以前，都爱常常思考、记条条你的话，要真做一个清气心肝的人。阮的心灵甲行达，毋是干那要实践人间的伦理道德尔尔，都爱搁较超越，达到你圣经的标准。阮甲你的关系应该是亲密无隔离，保持迄个真诚，没有虚假。不要道貌岸然，毋好外表甲真实，心内是颠倒头，也毋好为着即个世上食衣住行的物质，失去甲你的连结。蔡牧师今仔日要勉励阮清心，求你的圣神催逼阮来自神听，互阮提醒阮，都爱更新阮家己的心思意念，免得阮一再犯错。亏欠你的荣耀，也互世间的人来踢笑，讲恁是即款的基督徒吗？亲爱的主耶稣，你上天以后，教会甲一主已经2000几年，人为着要实行你的大诫命甲大使命，伫宣教的路上，检采有无共款的想法甲做法，对圣经你的话的解说，嘛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主，你的意念悬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求主，你会当伫适当的时阵启示阮，都爱掠条条因信称义是天父上帝你救赎的真理，都爱用听上帝你甲听人的行动来表现出阮对你的信。主啊，阮都爱为圣经中耶稣你传福音的时所讲的话，你的方法、你的原则，配合这个时代的需求，来努力传福音。嘛，都爱听上帝你，搁听厝边亲像家己，互你的旨意伫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迫切求你，互阮提升阮信仰的品质，都爱了解你的话，温群参加查经班、祈祷，倾听受苦的人的心声。用你给我们的无同款的恩赐甲能力来服侍。主啊，若受到阮即个台湾，一直为着要伫即个现实的世界中间求尊严、求生存，实在是努力搁再努力。有当时心真正酸，但是阮犹原感谢你，遮尔疼惜阮。今仔日5月20是总统就任2年。在这2年中间，为着改革，为着求进步，为着要进入这个国际社会，付出真大的代价。但是，侪人还阁无满意，还阁真对这个政府真正无满意，互阮发生种种的事件，社会真不安。
常常部分的媒体甲人物，他们模糊了焦点，黑白颠倒，互人民分不清楚谁是谁非。天父上帝，阮今仔日伫遮，只有祈求你的圣神降临伫台湾即个所在，互你的义早日显现，互阮台湾会当有即个公义的审判早日临到。即时，阮的众人要搁再一摆用你所教阮的祈祷文向你祈求。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咧行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时乃是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会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去试，救阮脱离苦海，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碟咱要来启用，伫圣诗后面第8页，圣诗后面启用第6篇，启用第6篇，诗篇23篇，启用第6。我来启，请大家来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精英。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教我伫地，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袂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咱即条要过来吟圣诗14首，哪路在直直行？圣诗14首，请大家起立。耶
济。今仔日咱的男声合唱团要来学老，因所要吟的是主啊，请你对天照光我。哈利路亚，有好听无？感谢感谢，真心认真服侍的人，要得到主的欢喜。感谢南声合唱团的侍奉，我看到咱的叶嘉佑先生，咱的前音乐总监朱安梅的先生，伊手术几啊摆啊，即马较好一点，就来服侍唱歌，足感动。感谢感谢，即点我要来读圣经，马太福音5章8节，
啊，佫一位是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5章8节甲6章25到34节。这是伫新约现代中文译本第7页，台语汉字版第4页。现代中文第7页，台语汉字版第4页，马太第5章第8节。我来读两个版本。现代中文译本：心内纯洁的人，偌尼有福气啊！因要看见上帝。汉字版是：清起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佫一位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25到34节。现代中文译本第10页，台语汉字版第7页。所以，我甲恁讲，毋好为着生活上所需要的啉食，或者是身躯所穿的衣裳来看虑。恁的性命敢无比啉食较重要？身体无比衣裳较重要？恁看天顶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也无积存伫册仓。恁的天父也阁养饲因，恁敢无比鸟仔较贵重吗？恁中间也阁有啥物人会当用看虑加活几工？为虾米为着衣裳来看虑啊？试看山里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因无工作，也无纺织，但是我甲恁讲。甚至亲像所罗门王荣华航母的时，伊的衣裳装塔也无比一蕊野花遐尔啊水。山里的草，今仔日直直，明仔载就孤单，迄伫火炉烧去。上帝也阁互因穿甲安尼，伊减无阁较死衣裳互恁吗？恁的信心太细啊！所以毋好为着咱要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来看虑，因为这个拢是无信的人所追求的。恁的天父知影，恁需要这一切，恁爱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伊的旨意，伊就会将这一切拢供应予恁。所以恁毋好为着明仔载看虑。明仔载有明仔载的看虑，一日的艰苦，一日担当就到业。以上，愿上帝祝福参加查经班，定定读圣经，佮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咱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木心系列，头一讲是心乱了，第二讲是好心。第3讲就是今仔日清心，请咱大家恭敬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清心这个题目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来，互阮得到帮助。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这个时刻，互阮的心会当安静落来，来领受你的话，透过安尼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互阮有属天的智慧，阮只是要领受，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清心。这个台语汉语本的圣经翻译做清起心肝，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心内纯洁。伫这个希腊文的中间，清心原本的是纯洁的意思，但是亲像一个湖水，这水面是非常非常清，甚至清到会当看见底。无任何的杂质，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将这里翻译做纯洁，这纯洁的意思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除了讲迄个水真清以外，佫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如果这个
水内底有些杂质吼，爱来除掉，互伊恢复迄个清气。啊，所以咱的台语和日本翻译做清气心肝，就是即个意思。啊，咱的心真奇妙。如果若你的心内底底真侪物件吼，你的心就复杂，就无单纯。啊，一旦若复杂吼，就是心会热热，吼袂清。人讲一心二用，吼，一个心两个用，做伙用两项物件，吼，思考两项物件，其实就是学袂好，吼。啊，我会记住我少年的时阵，吼，有时读册的时阵，一边读册，啊一边听即个广播电台，吼，啊到尾吼，心拢去互即广播电台扭去，吼，啊对伊咧唱歌，啊伊咧讲啥物话，拢咧想伊，啊拢无注心咧看册，吼。所以一心二用其实无可能，吼。耶稣基督讲，一个人袂当侍奉两个主，嘛是相款。咱无可能心内有两项物件伫遐咧拉扯，哦，你的心会变乱去，吼。啊，虽然心吼，你也能放一项物件。如果你若放无好的物件吼，嘛袂使。爱放迄个单纯的物件，爱放对的物件，心较会清啦。吼，大家有看到我边仔有一个水管吼。这毋是讲因为牧师今日放喙真喙焦，所以用遐济水吼，毋是啦吼，要做一个实验，互大家看啦吼。啊，这咱亲像咱的心同款，咱的心吼，咱亲像这个清吼，遐尼清吼。人讲咱的心真清吼，啊，但是有的时阵吼讲，有的人讲啊，牧师啊，我的心袂清，心袂清的因素，就是因为吼，咱伫这心内底吼加伤侪物件啦。有时阵吼，你会加即个烦恼对无？吼，烦恼甲困袂去。有个人啊，烦恼家己的囡仔读册有问题，有人咧烦恼家庭的经济，啊，有人咧烦恼总统做袂好，吼。啊，无所不至烦恼，啊，所以就艰苦。啊，有时阵吼，咱受到咱的欲望的引诱，吼，所以啊，拢感觉我真侪欠缺，吼，真侪欠缺。啊，有时佫有一寡歹的心思意念伫内底。啊，就互咱的心哪来哪袂清吼。啊，有时吼，咱的心中有真侪悲伤苦痛吼，咱亲像即个咖啡上款吼，啊来落来哇，心就变苦啊，对无吼？啊，甚至吼，咱有时受到罪捆绑吼，这是我咧写毛病的吼。受到罪捆绑吼，这个实验互大家看，咱的心受污染吼，来滴咧吼，你的规个心就是免滴伤济吼，就互你乌噜噜。吼，啊，所以有时阵吼，咱的心就安尼，原本得真清对无？即摆受到这外在的环境的影响，咱的心就袂清。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看记着，咱原本的迄个心清的时阵吼，真快活，真爽快。但是，一旦咱的心亲像安尼，热热袂清的时阵，咱就真忧愁，真艰苦。圣经中间，咱讲，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当你意识到啊，我的心已经落去啊，已经受污染啊，爱赶紧记掉这个金句，咱爱赶紧清气心肝，吼，因为清气心肝的人吼，伊会当看见上帝。为什么安尼呢？因为当一个人受到外在影响，互伊心袂清的时阵，伊意识到讲啊。我这个时阵安尼毋对啊，互我会哪来哪离开上帝，所以伊就求上帝、求圣神来帮助伊除掉伊心中的杂质。啊，因为伊有即款较无的心，伊期待上帝来帮助伊，欢迎圣神伫伊心中动工，清起伊的心肝，所以伊自然而然安怎一再去亲近上帝，而且因为伊即款较无的心，就带伊到上帝面前。互伊看见上帝的阳光，所以咱看见着诗篇24篇第30到第40讲，什么人会当上耶和华的山？什么人会当进入伊的圣殿？就是迄个手清气、心清洁的人，无拜偶像、无法计咒诅的人。意思讲，一个人无受到外在魔鬼，还是讲一寡世间的有效的影响，手清气、心清洁。就会当来亲近上帝。咱看见着大鼻王，伊犯了错误，
伊犯了错误，伊意识到伊家己毋对，所以伊就做诗篇51篇。伊讲安怎？讲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一粒清气的心，求你互我有换心正直的灵。求上帝毋通对伊收回圣心，互上帝当搁一遍甲伊亲近，伊会当甲上帝结连。所以当一个人知影爱清气心肝，上帝就互伊一个应允，伊就得到一个福气，伊会当看见上帝。人心袂清吼，其实毋是啥物款的，有啥物款的欠缺，是因为是拥有太侪物件，互伊的心复杂。亲像牧师拄则等真侪物件，入去即个真清的水相款，咱的心就落去啊。所以咱来面对即个问题。今日牧师我要做一个简介，咱来知影有4种物件会引诱咱，是互咱的心袂清。然后牧师要互大家4个秘诀，互咱的心会当得到清气。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心袂清的因素是来自物质的引诱啦，物质的引诱。第9咱心会烦恼，心会烦恼，因为咱心会无清无纯洁，是因为真侪人有过侪伤侪来自物质的欲望啊。物质的生活对咱的有一种真强烈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佮加上家己心内欲望就会将咱带离开上帝，带到幽暗的中间。当咱人若欠缺迄个来自上帝安全感的时阵，忧愁真紧就掠掉咱的心，互咱的心无法度清啦。咱来理解来讲，咱活踮伫一个充满试炼的环境中间，特别是咱看见着电视的广告，还是媒体的广告，逐工拢咧对你会手讲你欠啥物货，你欠啥物货，若安尼年久月深，你会感觉讲，我可会欠济，你有一种真强烈的无安全感，讲为什么我欠亏遐济？我若要去买这个物件，为什么我的钱遐尼少？为什么我的钱无够用？所以这种环境互咱种压迫感，互咱设法想要去趁钱，互咱的注意力慢慢对上帝刷到这个俗世的物件。即摆电视广告是太恐怖的。我最近有发觉一点，就是讲伊这毋知影软体安怎设计如果你若去需要啥物物件你去这个网站顶面去找这个商品的时阵你虽然你到尾来这个网站关起来了，你咧看这个咱的迄个软体 FB Facebook 的时阵，伊迄边啊相款类似的商品的广告会不断拢出来咧。最近我甲牧师娘想要买一个橱啊伫迄个厨房内底缀物件买一个橱啊，结果就是去找这个物件找到尾仔买3个橱啊。到尾我搁伫遐装最近若有人看讲，我伫遐咧装做遐橱啊当头起是感觉讲欠一个，到尾商品搁出来两个人讲这个有人应该爱买，搁买好佳早已经无所在通摆所以袂买第4个所以这个物质的吸引力实在是非常非常恐怖咱若一直陷入伫即款的吸引里面，就讲这外在的吸引啦，咱去用家己的私欲去甲伊结合的时阵，渐渐你会感觉讲，我可会遐尼欠，我可会欠过遐尼济，即款忧闷就会进入你的心中，你就变成做一个清心的人，你的心就袂清了。所以面对即款的心袂清，有一个秘诀就是讲，咱来去除掉这个忧闷，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来掌管。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这是耶稣基督甲咱讲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讲，咱毋通为着世俗的代志过头烦恼了。过头烦恼。耶稣基督用2个譬如，伊讲你看天顶的飞鸟，耶稣咧讲这个教训的时阵，可能伫迄个旷野的时阵，
迄野外咧讲，讲啊，你看迄边的飞鸟，你看迄飞鸟伊也无种作，也无修行，啊，佫无接住这美牛伫车窗内底。你看因敢有对这飞鸟夭着？无嘛？天父自然而然供应因。啊，咱的生命敢无比这飞鸟较贵重吗？啊，耶稣去指另外一边讲，啊，你看这山林的百合花，你看百合花开了遐尼水，甚至连所罗门，叫迄个烟花航舞的时阵，伊所穿的佫无达得这百合花遐尼水，啊，这百合花伊也无芳质，伊也无着磨，但是总是上帝来糟蹋到安尼，甚至百合花伊开花的时间真短啊。早起时真茂盛，到下暗时就孤单。上帝阁来糟蹋到安尼，啊！所以咱做上帝宝贝的人，毋通为着这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来烦恼。一日的烦恼，一日教育。然后耶稣基督甲咱提供一个真重要的观念，互咱伫物质需求顶面袂忧愁。就是伊互咱一个提醒，就是讲，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如果咱若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咱自然而然就袂伫物质上忧愁。啊，为虾米安尼？求伊的国意思就是讲，咱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掌管。互上帝完全掌管。咱讲求上帝的国。就是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做王嘛，咱的心若互上帝掌管，互上帝统治，咱就明白，咱的主是一个供应丰富的主。咱的心互伊掌管，咱就袂去受到这个世间的物质的诱惑。咱明白有一个听咱的主伫咱的生命中间完全掌管，所以我袂为着未来来忧闷。我嘛袂烦恼，讲我生命中间有啥物款的欠缺。啊，第二个原则就是，咱用上帝的法则来讲，用上帝的标准来活。咱知上帝的义就是讲，甲上帝有一个真好的关系嘛。啊，你要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你就照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法则、上帝的话来活。当咱若照伊的标准甲法则来活的时阵，咱自然而然袂陷入迄个物质的诱惑的困境。啊，伫遮咱来明白一点，就是讲，耶稣毋是讲，只求上帝的义甲上帝的国哦。耶稣是讲，大先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意思是讲，咱生命中间迄个顺序来安排好势，咱自然而然就袂有忧愁。啊，所以咱先求上帝的国，互上帝完全掌管。照上帝的法则，照上帝的原则，照上帝的标准来活，咱自然而然会当去杀这个物质的诱惑，互咱心肝会当清起来。第二个问题互咱心袂清晰，来自咱生命中间所拄着困难。咱伫人生中间不如意的代志10项有8、9项对无？不如意之事10之8、9对无？所以咱生命中间的确会拄着一寡无照咱的意思，也是讲拄着一寡困境。这困境有时会互咱带离开上帝。咱看见着诗篇102篇，这是一个拄着患难困苦的人所写的。伊讲，伫我陷入困境的日子，我的心亲像孤单的草被纳碎，甚至安那。连食饭拢食欲拢消失，规日安尼吐气哀叹，规身躯只剩皮包骨，所以这是人拄着忧愁困苦的时阵，想要用家己的力量去超越的时阵，咱会拄着这款的情景嘛。啊，这款来自生命中间的困难，会搅了咱的生命，互咱的心袂清啊。啊，因为困难、艰难、困苦会互咱的注意力对上帝遐刷到咱的艰难困苦。啊，你若愈看这艰难困苦，
你的生命中间的迄个困苦会愈来愈大，会放大啦。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人就是遐尼软弱，有时拄着一个小小的困难，咱就互即个困难捆绑掉的，将咱对上帝的手中抢过去，互咱的心忧愁袂清。啊，对着安尼，拄着安尼，咱要安怎？要拄着即个问题，要清心的方式，就是爱去如这较了，爱专心信靠听咱的天父上帝。咱来明白伫咱的人生中间，拄着患难困苦，这是一定有的代志。耶稣基督嘛讲，你伫世间有苦难嘛，但是咱通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看赢这苦难嘛。而且苦难对咱来讲，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圣经常讲，遭受试炼，然后忍耐到底的人有福气，因为通过考验了，伊要领受上帝听伊的人所应允迄个生命的冠冕。一只雅各书的作者同咱讲苦难虽然咱无真爱拄着，但是伊对咱生命依然有意义啊。如果咱若听上帝的话，上帝嘛听咱，咱明白安尼的时阵，咱会当靠着上帝的气力，超越过即款的苦难。你看，当咱超越过即款的苦难时，咱会领受一种真大的祝福，就是咱的生命得到提升。所以伫生命中间的困苦中间，当咱忍耐到底，咱会当靠着上帝互咱的气力，拄着这个较了，提升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哪来哪成熟，亲像天父完全相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咱人生中间，有时会拄着一寡艰难困苦，但总是咱来看做是咱生命中间的一个祝福。伫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一定要提醒家己，爱仰望上帝，专心信靠伊。特别咱是伫教会中间，咱有教会生活。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来到教会，伫兄弟姊妹互相扶持下面，的确咱会当透过安尼去明白上帝的恩典。牧师甲大家分享过一遍，我伫教会都无老爸，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足大的伤害。我特别是逐当若拄着迄个父亲节的时阵我实在是我上界艰苦的。迄阵阮全班40几个学生将近要50个，连我一个无老爸啊！逐个若拄着迄父亲节的时阵老师就爱叫阮写我的父亲写作文，无就叫阮画我的父亲美术课。虽然我对我的父亲、我的老爸有印象，但总是迄个时阵，迄个心头的艰苦还是讲袂出嘴的。但总是感谢主，我的阿舅看阮的家庭安尼因为我是上界大汉的，我下面佫2个小妹因为即款的家庭真正需要认捌信仰，所以阮介绍去教会。伫教会中间有真侪这熟龄的长辈做我熟龄的老爸，是不是？伊嘛老讲，你虽然肉身的老爸已经离开恁，但总是有一个听你的天父，会当扶持你大汉。所以即款的艰苦我伫教会中间的帮助下面，我超越过即款的艰苦。后来我去教会内底牧会，嘛拄着真侪这单亲的囡仔，伊嘛因为真侪缘故失去老爸，我个还会当去体验着因心中的痛苦。所以有时过年过节，我牧师娘就教我准备一寡礼物有时过年的时阵会包红包，或者会失去老爸的囡仔，然后我会来勉励，互因有一个熟龄的老爸来帮助伊。这就是教会存在的功能嘛。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拄着生命中间的困苦，咱靠着上帝的气力，互咱超越这的时阵，咱就得到一个祝福，互这个祝福这款的恩典，会当去祝福别人。这是上帝爱咱每一项所做的事。第三项，心袂清的缘故是来自关系的破坏。
咱来想看卖吼，如果你甲别人的关系无好，你心一定袂清嘛。常常受这代志咧搅了嘛。咱看见着，我看见着真侪家庭，先生甲太太袂拄好，关系无好；有诶大家甲新妇关系无好，有诶老爸甲囡仔关系无好。啊，这一旦关系无好，这人拢袂心拢袂清嘛。啊，拄着这困扰的时阵吼，会造成你心内的埋怨，甚至怨恨。啊，这当怨恨控制你的心的时阵吼，哇，你的心就离开上帝。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绝对毋通吼，因为关系无好，心被捆绑，或者怨恨，还是讲这愤怒的灵、埋怨的灵，占领你的心，影响你离开上帝。你甚至到尾你会埋怨上帝。啊，对着即款的情形要安怎？牧师嘛，甲大家分享过几啊遍，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爱包容、爱宽赦、爱和解。当他意识到这个代志咧影响咱的生命的时阵，咱一定爱求上帝除掉这占领咱心中这歹的因素。咱求上帝吼，将迄个疼、喜乐、和平放伫咱的心中，互咱心中受着疼会充满了，咱就有能力去甲因和解。因为当咱愿意赦免的时阵吼，咱才会咱解决这个问题。无常常吼是别人犯错，啊你咧受苦。所以你透过上帝的疼，充满咱的生命，咱会当透过宽赦和解去处理这个生命中间这个袂清的问题。最后一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头前有讲3个原因，无论是物质上的引诱、环境上的困难，也是人际关系的破坏，这根源拢是来自灵性顶面的污染。就是当一个人灵性受到污染，灵性受到污染，就会引起咱以上所讲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灵性的污染就是魔鬼进入咱的心中，魔鬼会化作无同款的形式来引诱咱离开上帝。有时阵互你骄傲，有时阵互你艰苦、伤心，有时互你怨妒，有时互你袂记得你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啊，这内心出现这意念的心就袂清。咱等下所要念的迄首圣诗279首，我伫查经班的时候有讲过，这首诗歌吼，伊的作者作词的作者，伊是咧辅导这个问题的青少年。啊，伊接甲这个问题的青少年咧接触的时阵吼，伊发觉讲，这少年因自细成长的环境可能无一个家庭是完整的。啊，有的囡仔受到伤害，啊，有的囡仔被排斥，啊，所以因心中充满了惊吓。啊，人一旦惊吓，伊显露出来外在表现，就是有可能伤害别人，有可能用无好的话去骂别人。啊，所以伊明白这囡仔的困境伊就创作这首诗歌。伊讲注点咱心内，无惊吓自在。求上帝伫咱的心中将这惊吓除去了，而且咱看第2节，伊是讲咱甲上帝结连，知影咱有一个天父上帝咧听咱。伊对这问题少年讲：这世间的人排斥你，甚至你的老爸无爱你，但总是有一个天父上帝要做你的天父，你要做伊的囝。咱甲上帝恢复关系了，咱自然而然会当排除咱心中遐无好、遐惊吓、遐艰苦。所以要去除掉这个心中的罪恶，唯一的方法就是安怎保守咱的心，先除掉咱心中的罪恶。咱透过悔改认罪，求上帝除掉咱心中的罪恶。咱来明白，撒旦搁再有能力，伊只会当有效攻击咱。只要咱的心无愿意受到伊的影响，伊就无法度得胜。所以，如果有灵性顶面的困难，咱就爱用属灵的方式来解决。啥物叫做属灵的方式？就是用更较侪祈祷，更较侪读圣经，
明白上帝的话，将咱的生命建立伫上帝的话顶面，建立伫基督顶面，建立伫这属灵的事物顶面。这是上介好清除污染的方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为什么牧师遐尼强调咱的查经班爱参与这查经班的这件事。咱虽然咱已经经过2个礼拜，2个礼拜拢有超过300个兄弟姊妹来参与，但是牧师感觉抑阁无够。咱随常还未进入读加拉太书，咱即礼拜要讲加拉太书的导论，所以你若对即礼拜来参加，抑阁会赴，所以你会当开始来参与。咱将咱的生命起造伫上帝的话顶面，这是清除了咱生命污染上介好的方式。愿上帝亲自帮助咱。牧师今日甲大家讲真侪心未清的这代志，可能即个时阵咱心中也充满真侪艰苦、悲伤，也是讲有真侪埋怨、怨恨，亲像这水相款，乌乌未清。但是这个时阵，上帝要透过圣神的帮助，来帮助咱拄着这个。今仔是圣神降临节，所以咱确实圣神会当帮助咱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这个时阵，牧师要替大家来祈祷，咱将咱的目睭开起来。咱也请台道的同工做准备，台道的同工做准备。咱今仔日分享上帝话，咱明白有真侪来自物质的诱惑、环境的困境，这就是人际关系的破坏，迄是来自灵性的污染，互咱的心充满混乱，互咱的心袂清。但总是这个时阵，圣神要透帮咱。如果你若需要人替你祈祷的，你会当将你的手举起来，互咱目睭开开，将你的手举起来。咱请咱台道的同工会当这个时阵来到这个人的身躯边来帮助伊、服侍伊。咱请咱台道的同工会当起来服侍。咱手举起来好。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圣神要带予阮的祝福。主啊，阮伫生命中间有真侪来自物质的诱惑，也是生活中间的困难，也是阮甲人中间关系的破坏，直到阮的心充满了混乱，心袂清。主啊，阮恳求你来清起阮的心肝，阮恳求主你大大赐福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兄弟姊妹，特别是伫你的面前举起手这兄弟姊妹，你用你的圣神灌流在阮的中间，激励阮，清起阮的心肝。因为阮知，当阮清起阮的心肝了，阮会得到一个大的福气，就是阮会当看见上帝的阳光。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每一人。奉耶稣基督名祝福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坐，要奉献的大圣，我要代表双连教会来欢迎头一摆来个这礼拜来宾。你若还未填迄个留名卡，请你伫座位头前
甲迄个投名卡甲笔摕出来，写好势，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来甲你欢迎，甲你关心。假使你若头一摆也是你还袂了解奉献的意义，也是你无方便，你会使暂时毋免奉献。即条咱来开始。请大家起立，咱来做感谢的奉献。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你的善香递到，互阮得到富足，阮奉献淡薄，回应你无比的疼。安尼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请坐。咱即条要请基电会洪国良长老来做事工的分享。来为兄姐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我今仔日有真好的机会来到咱双连长老教会，伫遮代表基电会来做报告。
基甸会伫118年前为3个生理人开始因为伫美国真正空旷，所以因若出车一摆出去拢差不多爱超2礼拜至1个月的时间所以拢爱住饭店迄时阵有2个少年人。当时进入一个真偏僻的即个城市迄个旅馆的头家讲真歹势，我的饭店剩1间房间，但是这间房间是2顶的单人床吼，你若无气嫌，是毋是2个用住斗阵因两讲好无问题，因为住一暗尔。较迄个暗的时阵一个咧读圣经，一个咧祈祷，了因才知影讲，你也基督徒，伊也基督徒，2个伫遐。上帝的灵甲因三角伫地，互因有一个灵感，讲是毋是来成立一个机构用来伫饭店内底的柜台内底来送圣经伫柜台，互人出车的人用去照圣经来看当即个消息因有即个构想了后，甲因的朋友甲传播，大家讲好，恁若成立的时候，我来参加。但是当因定一个时间、一个地点的时阵，结果来几个，来3个啦，2个发起人，还佫一个朋友来3个。原来我的个性拢已经 over 了，不要再玩下去了。但是因游完开会选举，一个做会长，一个做副会长，一个做书记，共款做即个代志。经过几年了后，咱美国第长老教会的牧师知影即个消息，伊伫牧师的中间伫因的开会了的中间，伊来徛起来讲，有一个机构，因伫饭店内底送圣经，但是因的财力能力无够，是毋是咱教会来甲支持？咱嘛介绍人来加入即个聚会，互因的圣经用送伫每一间饭店的房间内底。本来是敢若送个柜台，即马送个房间，安尼，所以就爱用真侪人力甲财力所以了就安尼开始。所以为3个人经过118年，为美国一个国家经过118年变做201个国家。伫咱台湾伫61年前咱有来成立，迄阵台湾真散，所以美国迄阵一年拢有摕700万的美元来互咱。印圣经送伫饭店内底咱台湾的经济因为慢慢进步了后，咱用自立自强了后，咱不但有法度家己来佫买即个办公室嘛召集即个会员，拢总伫台湾拢总有3000个会员了咱佫用奉献等于国际，等于即个外国总会遐，互伊去印一寡即个。非洲的语言啦，还是印度的语言啦，还是即马即个中东迄个，因为 ISIS 的关系真侪难民走去德国，咱嘛印迄落德文甲阿拉伯文对照的迄落。我手摕即本，就是即个迷彩本，咱送伫军中的。感谢上帝，因为咱台湾最近即几年来大家拢毋敢生囡仔因为环境的关系所以人。即个小朋友伫咧减了后，阮咧送圣经去互学生的时候，数量减足济，所以上过透过阮一个爱主的兄弟姊妹，因是军人出身，所以因去拜访军中，10年前拜访军中，伊是空军，所以为空军的市场的即个合场，因为军中足闭塞的，无法度互你入去，所以因为因的做了的时，因请一寡专家去做演讲了，送一本圣经互伊，因为军中内底。足侪爱心理辅导的啦，一寡吸毒遐方面，阮请遐专家，所以风评足好了，就开放空军、陆军、海军啦，佫替代役啦，所以咱的细囝若有去军中，一定拢会去摕到即本圣经。我一摆伫高铁咧单车的时，看到2个阿兵哥伫遐聊天，讲哇，做兵足无聊的，拢咧输馒头，本来就是咧输馒头伊讲你敢有看啥物？敢有啥物好哪看？所以一个怎为伊的背包摕一本圣经，讲你敢无摕到即本啊？各位兄弟姊妹，即摆即本圣经变咱台湾的军规内底必备的物件。除了迄个钢盔啦、X 腰带啦，也是迄个皮鞋了下边枪了，佫用一本圣经。因为上帝怜悯咱所以佫甲咱开足大的合场。嘛，
我老讲过，咱10几年前，咱台湾已经有钱了，咱有参加国际的即个政经，所以阮嘛有派人爱家己出机票去遐，差不多一礼拜还是半个月的时间，伫遐去迄个非洲迄个国家啊，去遐送圣经啦。啊，有一年一个桃园长老教会的即个王长老啊，伊去迄个桑比亚转来啊，伊伫遐啊来分享讲，伊去的时阵啊，因为迄国家足散的啊，拢无学生根本都无拢无煮啦。所以因咧写字嘛，拢伫涂骹咧写。所以当因听到讲基电话咧去送免费的圣经的时阵，哇，真正欢喜。但是一个囡仔伊带足远的啦，爬山半岭，爬山2工来个啊，哇，圣经拢送了伊啊。伊咧分享的时阵，我足感动。伊讲迄个小朋友带着一个足渴望、真渴慕的心讲。When you come back in next year， 你明年当时咧来，你拢事先甲我讲无，我来甲你等。各位兄姊妹，这本圣经咱看起来咱无啥物，但是伫非洲啦、伫印度迄个国家，因是将这当作宝，所以有可能恁奉献的金钱，透过阮基电会寄过美国总会去印遐因当地的语言的时阵，咱等于天堂有一天。因会来咱天堂的门口来甲恁说多谢，你免怀疑，伊可能伊的皮肤是乌乌、头毛球球的，你免怀疑，因为灵魂知影讲，伊是安怎来信主的。基电话毋知，我嘛毋知，但是灵魂知，伊会亲自来甲恁报答。啊，我去教会做见证的时，真侪人事后拢会甲我质问讲，王长老，恁这安尼送哦，足浪费的哦，话拢胡乱谈，这是事实。但是，当我读到圣经内底，其实4个福音书内底有三个福音书有记载，一个哥拉森，一个去予鬼附的即个人，当伊看到耶稣的时阵，伊呼叫耶稣讲，求即阵鬼用甲赶出去。所以耶稣将即阵鬼赶去什么所在？猪对无？吼，迄讲去过一个教育甲讲羊，我毋是啦，猪啦，啊。几千只偌济猪，2000只，即马猪肉足贵的，一只1万块。耶稣为着咧拯救这条灵魂，开2000万呐。这个人了，伊咧军队耶稣讲免啦，你怎啊将我伫你身躯所做？因为伊足有名，因为伊互鬼附了后。伊规身躯拢无穿，看到人都咧共拍，所以用铁链啊、链条的关咧伫毛仔埔，大家拢捌伊。你将你的我伫你的心中所行的神业，你去报毋知。各位兄弟姊妹，耶稣所看重的是人灵魂的价值的宝贵，毋是讲看这个钱额的偌济。所以为了阮来祈祷，为了阮来奉献，阮相信。上帝会透过这本圣经啊来抢救更加一个灵魂。我阁讲一个故事就好吼，时间的关系。有一个查囡仔啊，伊的姐姐信主，将阮基电话的圣经互伊小妹，但是伊小妹无啥爱读，伊嘛甲讲圣经的故事。但是当伊感情拄着挫折的时阵，伊的男朋友阁去交着一个比伊较水。搁较好，搁较身材，搁较好的女子啊，所以伊心情悲白啊，伊甚至即个食即个安眠药啦，咧自杀啦，各种的动作。有一天，伊的男朋友啦，搁带伊的女朋友来伊的面头前，来甲呛讲啊，我就是即个啦，你看比你开咯。哇，伊的心啦，真正受气啊，搁失望啦，啊，所以就怎啊伫伊的即个书房内底吼，咧找看一支美工刀嘛吼，咧来挂咧自杀。结果伫遐病的时去弄着这本圣经走出来，这本圣经走出来，伊用这本都阮姊啊、花啊，我也拢也无啥咧看吼。伊怎啊现？因为阮圣经内底吼，因为阮有做即个下内底军中的，所以阮有印一寡吼。即个诗歌啦吼，阮甲迄个天印吼，有甲讲，就讲年轻的你啦吼，给我换颗心啦。但是内底佫有一条奇异恩典，奇异恩典上尾句叫做恩惠真是何等的宝贵。啊，这恩是因咧上尾啊第2抓，上尾抓是惠真是何等的宝贵，伊再串一个，因为伊的名叫做惠真，惠真是何等的宝贵。
伊讲我读，阮姊咧甲讲故事，都圣经的人物啊，无一个叫慧珍啊，哪有慧珍圣经？即本佫有讲慧珍啊，哇！伊是经敲电话甲因姊啊，讲我看到慧珍是何等的宝贵，我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他就为着即个查甫人啊，伫遐咧自杀咧迄落啊，伊是经敲电话因姊啊是紧来啊，所以写一张谢函，感谢的函件来阮基电会啊，阮。印咧基电会下刊，互大家看，讲咱免灰心啦。因为阮若遐送信，若有的人拢无爱迄落，是遐有的乌兰蛋，阮拢我去遐捡倒转来。啊，所以而且我嘛咧感谢咱乡人登记，即个互阮基电会有时间来遮做报告啊，嘛为伫遮代表基电会来伫遮甲大家说多谢啊，甲即个报告啊，以上啊，感谢上帝，荣光归伫上帝。谢谢基电会所做的水的事工，感谢洪长老今仔日伫遮报告。今仔日嘛是圣神降临节，互咱日日恳求圣神光照咱，咱逐日祈祷的时会使请求圣神降临伫咱中间。咱周报第4页上左边的下面吼，若你感觉讲你认为安尼做你会真欢喜，请你伫外口的走廊吼，遐有要为了公投吼，咱就来填迄个表吼，就是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将 Chinese 台北改做台湾，这伫外口吼。你要填迄个表的时，一定爱甲你的户籍地址写好正确，身份证号码袂当毋对。你的名逐项拢要写很正确，不要随便乱写，那个在公投审查都会删掉。第5页，咱的第5页，青少年牧区的事工，第1项，6月初3第2场，主日礼拜以后10点半，伫12楼的礼拜堂要举行职场品格教育讲座，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无需要报名。请咱大家家己来看这个周报，搁来看第7页，第7页的最右边最下面，亚际家庭家男团契今仔日要联合聚会，伫下昼12点50，今仔日要请马街病院前院长杨玉正院长来讲伊生命的故事，一定会真感动，会互咱得到真大的激励，请大家欢迎大家来参加。要伫倒位食饭，请咱大家来家己来看。搁一项就是咱来看咱的11页、11页，咱看咱主日聚会人数1098人，顶礼拜。咱看11页上下面，咱有牛埔庄查经班。搁掀过来，掀到14页，咱有咱教会内面所办的查经。我看到这真感谢，就那流目屎，因为咱双连教会从来都毋捌有参加查经的人，得要到咱礼拜的人的一半。咱看14页，拢总424个。咱的蔡牧师有开加拉太书查经班。请大家尽量来参加。你若有多合袂当的，咱有足侪查经的课。头拄我有讲，咱活的毋是靠咱的食面，是靠上帝的话。谢谢大家。即摆请牧师来补充。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敬拜的兄弟姊妹，遮有张胜熙律师。张胜熙律师家好，欢迎。阁有一位对美国回来李宏基律师，家好，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咱遮有迄个基电会的2位代表洪长老甲陈家成长老陈家成长老也是咱七星中会少年部的副会长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
和咱这个时阵同心来祈祷吼。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互阮得到激励。阮恳求主，你时速将你的话刻掉伫阮的心中，为阮带来帮助。阮特别为着这新朋友来代祷，恳求主，你保守看顾张圣熙律师，互伊伫无论伫教会还是伫家庭，拢领受主大的祝福，也经过伊手所做的工，透过伊音乐的释放，互主得到荣耀。阮也将李凤基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赐福保守看顾伊，无论伫台湾、伫美国，拢领受主大的恩典。阮也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完全仰望交代，求主亲自安慰忧伤的、医治病痛，也互所有的兄弟姊妹用阮的性命会当为你做见证，来荣光你的名。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真正认真拍拼的爱乐管弦乐团，甲带领咱唱诗的朱安美老师，谢谢。请咱大家来吟线花诗514首，担要线花求主赐福，请大家起立514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下文将受差遣。